台湾四周沧海环绕，境内山川秀丽，到处是绿色的森林和田野，加上日照充足，四季如春，所以自古以来就有美丽宝岛的美誉，可供旅游观光的自然景观极为众多。那你知道台湾有名景点有哪些？下面细说，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以下台湾10大著名旅游景点，分别是垦丁国家公园、野柳地质公园、清水断崖、太鲁阁国家公园、玉山国家公园等。接下来跟细说小编一起来看看台湾这些美景吧。台湾10大著名景点排行榜。1. 垦丁国家公园，海滨圣地，台湾的天涯海角，台湾夏威夷。一提起台湾，想必大家跟买购小编一样，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垦丁。这是台湾热门观光胜地，被称为台湾的天涯海角，主要有大尖山龙銮潭、猫鼻头公园、白沙湾、龙盘公园、鹅銮鼻公园等景点组成。鹅銮鼻公园四季如春，旖旎多彩，人称台湾的夏威夷。鹅銮鼻灯塔是远东最大的海上灯塔，有东亚之光的美称。龙盘公园是一处隆起的珊瑚礁所形成的石灰岩台地，也因为石灰岩的溶蚀作用，造成裂沟渗穴、石灰岩洞等奇特的地形景观，时被列为垦丁国家公园的4大景观之一。地址：台湾省屏东县恒春镇垦丁路596号。2. 野柳地质公园，台湾著名的12名胜之一，中国最美8大海岸之一。台湾有名景点有哪些？细说小编推荐台湾著名的12名胜之一，中国最美8大海岸之一的野柳地质公园。由于海蚀风化及地壳运动等作用，造就了海蚀洞沟、蜂窝石、竹状石、豆腐石、蕈状岩、湖穴溶石盘等绵延罗列的奇特景观，为台湾北海岸增添了许多迷人又奇异的景点。漫步赶海欣赏其实是野柳甲旅游的3大乐趣。野柳四周还有丰盛的海洋生态和渔村风情，让这里加倍富有吸引力。地址：台湾省新北市万里区野柳里港东路167到1号。3. 清水断崖，太鲁阁国家公园，中国最美的10大峡谷之一，台湾8大奇景之一。太鲁阁国家公园是中国最美的10大峡谷之一，也是台湾著名的旅游景点。公园以高山和峡谷为主要地形特色，以雄伟壮丽、几近垂直的大理岩峡谷景观闻名，多为峡谷与断崖奇景不断，景致清幽。其中热门的景色就是清水断崖，气派雄伟，号称世界第2大断崖，林崖远眺碧波万顷，俯视则惊涛骇浪，夺人心魄。此外，修建在断崖中间的苏花公路尤为险峻，蜿蜒曲折，林崖逼岸是台湾8大奇景之一。地址：台湾省花莲县四玉山国家公园，台湾8大名胜之一，台湾第一高峰。台湾10大著名旅游景点之一的玉山国家公园，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山的地质，其地形以高山及河谷为主。主峰玉山海拔3997米，为台湾第一高峰，因常年积雪远望如玉南西北4座高峰，人称五岳朝天。玉山以玉山积雪之美景位列台湾8大名胜之一。买购网编辑了解的得知，玉山之中除热带雪山奇观和奇峰之外，云瀑日出、林涛也都是著名的美景。地址：台湾省花莲县5和平岛公园，基隆屿全球最美日出观景点之一，台湾龙珠和平岛公园是一座怪石林立、海蚀奇观众多的地质海滨公园。由于终年受到东北季风吹袭以及海浪拍打侵蚀影响，造成和平岛的天然景观奇特，加上和平岛海岸属于沉降海岸，造就了许多奇岸怪石的景观。公园还被誉为全球最美日出观景点之一。附近的台湾龙珠、基隆屿与棉花屿、彭佳屿及花瓶屿并为基隆外海4个火山岛屿。岛上油气设施以步道和凉亭为主，珍贵的火成岩地质景观和精彩的原生植物为其特色，是台湾有名的旅游胜地。6. 雪霸国家公园，台湾的原野风光。雪霸国家公园是台湾岛内登山路线最多、最复杂的国家公园，公园内共有多达51座的高山型，属于山岳之国家公园。园内山谷交错，地形错综复杂，景色气象万千，气候温差度大，高峰溪流景观更是雄伟壮丽。有大安溪河谷，海拔760公尺至3886公尺的雪山主峰，高差达3000多公尺，自然资源极为丰富，以其崎岖的地形及自然的原野风光而闻名。地址：台湾省新竹市五峰乡。7. 台湾岛屿，兰屿、绿岛、钓鱼岛、澎湖列岛。宝岛台湾由中国第一大岛台湾岛屿兰屿、绿岛、钓鱼岛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等组成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兰屿岛是因海底火山喷发隆起而形成的火山岛，沿岸有许多海蚀岩、海蚀洞以及奇形怪状的巨大岩块。绿岛为台湾省第4大岛，是个山丘纵横的火山岛。由于岛上气候温和，阳光普照，到处一片绿色，
充满了自然美的情调。澎湖列岛居台湾海峡的中枢，被称为东南所持。岛上有澎湖天后宫、西屿炮台、西屿东谷观音亭等景点。阿里山风景区，台湾避暑圣地，赏樱圣地，赏日出，云海晚霞。说起台湾著名旅游景点，不得不提阿里山风景区。这里一年四季皆景，春可赏花，夏能避暑，秋冬观日出，看云海。由于山区气候温和，盛夏时依然清爽宜人。加上林木葱翠，是台湾最理想的避暑胜地。日出云海，晚霞森林与高山铁路合称阿里山五期。每年3月中旬至4月，阿里山还是著名的赏樱胜地。满山遍野的樱花在阿里山区形成一片壮观的花海。每年11月至一年3月间是观赏阿里山萤火虫最佳时间。地址：台湾省嘉义市阿里山乡中正村59号。9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海外别一，冬天台湾8景之一，赏花胜地。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淡水湖，为台湾8景之一，有海外别一洞天之称，是台湾最美高山湖泊之一。日月潭美景如画，春夏秋冬晨昏晴雨，景色变幻无穷，四周群山环抱，林木苍翠。日月潭的景色是非常令人向往的。这里的湖面非常辽阔的，湖水纯净的，就像让人走进了童话世界。日月潭最美季节为春季，尤其是每年的2到3月。日月潭20公顷的樱花林的樱花绽放非常美。每年3到4月份时候，日月潭风景区内的枫林木盛开，粉红棉花糖超浪漫，非常梦幻。地址：台湾南投县鱼池乡水社村中山路599号。清境农场雾上桃源，著名的婚纱摄影胜地。清境农场有雾上桃源的美称，是台湾热门的观光农场，也是台湾著名的婚纱摄影胜地。坐拥在群山之间，视野广阔，可欣赏奇来山日出的奇景，远眺合欢山积雪山岚，云雾缥缈，夕阳晚霞的缤纷万变。夜晚仰望灿烂的银河星。清境农场拥有一望无际的草地，海拔高1748公尺，以温带水果为主要农产，以水蜜桃、苹果梨、加州梨为主，春花夏果，秋风冬雪，四季呈现多样风情。地址：台湾省南投县仁爱乡。